頭起先來看台南昨暗時來發生一件悲劇，這是一對17歲的男女朋友，唔但無駕照，而且閣食酒騎車。本地因是按算要去安平看日出，結果騎車騎到一半煞凶失控，去弄到路邊的樹仔，而且閣火燒車，兩個人送病院，結果攏救無回來。救護車到車禍現場，一個查甫少年仔和一個查某囡仔，兩個人攏倒在塗骹，失去意識，警消人員趕緊甲因搶救。從衣服袖子剪掉。車禍現場，奧多麥零件是弄甲脆，這後面的查某是直接弄甲飛出去，失去生命跡象。那騎機車的查甫是傷勢更加嚴重，伊的大腿甚至有炒火帶的痕跡。警方調查，這件事故就發生在2半暝4點掛。這對17歲無駕照也閣未成年的男女朋友，兩個起頭先去影控朋友因兜，後來去唱歌。4個人騎2台車，本正計劃透早通去安平關西平台看日出，無意外經過安平安北路和周邊一家這搭，家己去弄樹仔奧多麥就安尼着火。不明原因由內側偏移到外側車道，撞擊路樹後起火燃燒。路過民眾及時拿滅火器將火勢撲滅，駕駛人及後座乘客經送醫急救後均不治身亡。據了解，駕駛因為弄到險坎，就安尼即火。那因女朋友是弄着頭，頭殼來出火，兩個人攏救無回來。警方指出，死者唔但無駕照，病院抽血檢驗酒測超標。警方呼籲民眾駛車盡量莫傷忝，嘛強調唔通食酒駛車騎車，避免悲劇閣發生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